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医院在天津正式投入使用，我国器官移植合法化，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。国家出台的政策明文规定，自愿捐献是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。随着器官移植的合法化，那么人体器官相应的也有了明码标价，成人肾脏、儿童肾脏、成人心脏、儿童心脏、成人肝脏、儿童肝脏以及眼角膜等各种器官都有了非常准确的价格。每年全世界有200多万人在等待着器官移植，在如此高的需求之下，阳光之下，地球之上，很多人就会因此铤而走险。地球上每年都会有很多人丢失，包括人口被走私。2021年走私人口已经超过900多万了，这里头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。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你很遥远，有时候你带着孩子在路上走，趁着你不注意就会被人抱走。然后现在骗子的这个骗术层出不穷，有伪装成旅行团低价吸引你去境外旅游的，然后基本上是一去无返。还有正规的去在写字楼里面招聘员工，等到员工招聘满了之后，组织一个团建活动，去组织一个境外旅游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还有我们大家可能曾经听到过的，就是在夜店里头会有人伪装成白富美或者是高富帅去寻找猎物，层出不穷。这些能想到的能说出来的还只是冰山一角。2019年中国移植发展报告数据显示，当年器官的捐献量和手术量分别是5818和26121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差量的器官来自于哪里？有人担心，当一切被明码标价之后，潘多拉的魔盒是否就要被打开？而一旦打开，等待我们的就是未知。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相信阳光